从幼幼台担任水蜜桃姐姐出道，后又改名为小蜜桃姐姐的37岁女星朱安宇，2011年嫁给拥有上亿身家的大陆富商李盛言，婚后陆续生下一子一女，目前定居上海。去年4月，小蜜桃和友人耗资1000万台币，在上海开设占地150平的家庭餐酒馆，经营8个多月，不但回本还赚钱。目前正筹备第2家，并打算回台开设。据苹果报道，小蜜桃去年8月曾砸250万台币，在台中开设甜品店。不过他没有参与经营，反而将重心全放在上海的餐酒馆。除了设计菜色，小蜜桃还会邀请艺术家到店内办展，吸引客人。虽然低调不愿透露上海餐酒馆的营业额，不过小蜜桃表示，过年前光发给30位员工的年终奖金就有台币6位数。今年过年他还让员工从除夕休到大年初4。而家人部分，小蜜桃包给高龄87岁的外婆10万元大红包，小孩则分别只给2000。他笑称小孩不能给太多，只会帮小孩存起来。